在这个五角大楼，也就是美国的国防部公布一连串惊险瞬间的画面，主要是阿强的军机飞挖进美国的军机挖真挖。讲过去这几年来，伫咧东海甲南海，阿强定定拢有这种危险的行为。美国的国防部是呼吁中国停止这种危险的行动，避免发生无必要的意外。 阿强的军机原本伫咧空中直飞，毋过飞咧飞咧，机身线拿来拿去，嘛加速挖进边的飞龙机，那边迄台当时美国军机。 刚刚看到强机飞到美国军机头前20英尺所在，一直要甲击破，美方嘛紧飞离开，较袂去人落跳。另外一支影片显示，强机飞到美国军机的正头前，画面看起来真危险。美国国防部台湾时间18号公开真侪段强机危险挖进的画片，指控强机过去几两年伫咧东海和南海真够给人徛空，敢若过去2年就甲因炸飞200摆。 美国国防部把这些资讯公开，就是借由情报吓阻以及一种所谓军事公众外交的 MPF 的做法来作为一个抵制中共他目前这种挑衅行为的一个这个回应同时也就是做一个风险控管。在这场记者会中，美国指控中国是要用个人戏件的方式，爱美国停止甲别国合法作业的活动，因严格要求中国唔通去做这种危险的行为。出现这种挑衅的危险行为。 反映出北京是一种系统性的做法，凸显中共它是不遵守国际法跟国际规则的一个做法。各看一摆强机伫咧天顶，想要挑战美国军机的画片，美军强调无咧惊，共款的画片嘛朝逐工伫咧两岸搬演，咱嘛无爱强机扰乱台湾。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